囡仔遮艰苦，爱煮一啖敢有够？你敢袂当啊？甲加煮2顿啊啦？袂要紧啦，伊无遐尼严重，只是小可脱水尔。啊，回去吼，食较清的2、3工就好啊。安尼哦。嘿。啊，囡仔人本身吼胃肠就较敏感一点嘛。若是食哩迄落无卫生的，也是过期的，也是毋捌食过的物件吼，胃肠就拢会较容易发炎。啊，毋免烦恼啦。哦，较注意。多谢啦。谢谢哈。我咧看吼，一定是迄个菜包仔内底迄加蛇卵啦，加蛇上太高啦，哎，白菌上济啊。无嘛，啊，即马阁唔知影食着啥物物件歹巴肚呢？什么包啊？什么加蛇卵啊？啊，问恁某啊，伊叫阿玲仔食呀。哎，是咧讲哦，咱兜敢有遐尼啊瘦？啊，你明明知影讲吼，迄包仔内底有加蛇卵，你敢通互囡仔甲吞落？啊，你看，啊，无人敢若听到伊就想要吐。妈，咱若无遐瘦，是安那咸鱼放规半冬，你阁互囡仔食？啊，逐摆若烫好烧的时阵，厝内底拢是臭臭味，你阁甲迄臭酸的咸鱼，互阿玲炸便当呢？你看，伊想到就惊啦。啊，你是咧怪我呢？倒位咧怪你啦！我是讲，冰箱嘛毋是万能的啊，有诶物件放久嘛是会歹去啊。阿文，你讲是加蛇卵较太高，还是恁日本阿姨专工寄来的鱼啊会有问题？你讲，阿文，你讲啊！你讲，阿文，你讲啊！你咪个吵啊！我唔是你嘅问题啊，是我家己外口要食。吼，我就讲嘛，一定是你伫外口黑白食物件，厝内底物件要哪有问题？你毋是做去食串冰呀？你是毋是去菜市啊？食蚵仔，搁食菜糋？阿嬷都甲你讲过，囡仔人唔通黑白食，你拢唔听？你就是唔听话，即摆我都听你应该啦。应该。太好啊啦！啊，囡仔即摆就人无爽快，啊，恁2个直直骂，直直念，莫搁甲骂啊啦！哦。阿妈，看爸爸看得怪怪呢。你要咧甲阿嬷加声，阿嬷咧骂你。你是安怎啦？你来流凊汗啦？哈？无啦。你真正咧流汗咧，你是安怎啦哈？无紧。你个一个面那气顺顺。啊？你无爽快哦？啊是你食着啥物物件哈？我就食